只是方见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。若一向直为须他善之事，方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。若起邪迷，妄念颠倒，外善之事虽有教授，就不可得。若起正真盘惹关照，一刹那间，妄念俱灭。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善知识，智慧关照，内外明彻，识自本心。若识本心，即本解脱。若得解脱，即是盘惹三昧，即是无念。何名无念？若见一切法，心不染着，是谓无念。用即遍一切处，亦不着一切处。但净本心，使六识出六门，于六尘中无染无杂，来去自由，通用无滞，即是盘惹三昧，自在解脱，名无念行。若百物不思，当令念觉，即是法复，即名边见。善知识，悟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；悟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；悟无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善知识，后代得无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于同见同行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，终身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然须传授从上以来莫传吩咐，不得逆其正法。若不同见同行，在别法中，不得传复，损彼前人，究竟无益。恐于人不解，谤此法门，百劫千生，断佛众性。善知识，无有一无相送，各须送去。在家出家，但依此修。若不自修，为既无言，亦无有义。听吾颂曰：说通即心通，如日处虚空，为传见性法。出世破邪宗，法即无顿见，迷悟有时极，执此见性门，于人不可惜。说即虽万般，合理还归一。烦恼暗宅中，常须生慧日。邪来烦恼至，正来烦恼除。邪正俱不用，清净至无余。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，静心在妄中。但正无三障，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不方。常自见己过，与道即相当。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恼。离道别密道，终身不见道。波波度一生，到头还自傲。欲得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莫若无道心，暗行不见道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左。他非我不非，
非自有过，但自却非心。打除烦恼惑，增爱不关心。常身两脚卧，欲你化他人。自须有方便，勿令颇有疑。即是自性现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是世间。邪正尽打却，菩提性宛然。此颂是顿教，一名大法传。迷闻经类别，悟得刹那间。师父曰：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，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。实为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，无不醒悟，依时作礼，皆叹善哉！何期岭南有佛出世。六祖坛经宗报，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误读字，破音字未变音字的字音。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。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疑问第3日，为次旨为师设大会斋契。次旨请师生作。潼关辽士数素容再拜。问曰：弟子闻和尚说法，实不可思议。今有少疑，愿大慈悲，特为解说。师曰：有疑即问，吾当为说。为公曰：和尚所说，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？师曰：是。公曰：弟子闻达摩出化梁武帝，帝问云：朕一生造寺度僧，不知设斋，有何功德？达摩言：实无功德。弟子未达此理，愿和尚为说。师曰：实无功德，勿疑先生之言。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造寺度僧，不知设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师又曰：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无智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内心天下是功，外行于理是德。自性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，不离自性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若觅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
修功德之人，心极不清，常行普净，心常清人，无我不断，即自无功，自性虚妄不实，即自无德，谓无我自大，常清一切故，善知识，念念无间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，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，善知识，功德须自性内见，不是不知供养之所求也，是以福德与功德别。五帝不识真理，非我祖师有过。次子又问曰：弟子常见僧俗，念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，请和尚说，得生彼否？愿为破疑。师言：使君善听，慧能语说。世尊在舍卫城中，说西方隐化经文，分明去此不远。若论相说理数，有108000，即身中10恶8邪，便是说远。说远为其下根，说近为其上智。人有2种，法无2般，迷悟有疏，见有时急。迷人念佛求生于彼，悟人自净其心。所以佛言：随其心净即佛土净。使君东方人，但心净即无罪。虽西方人，心不净亦有天。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？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识身中净土，怨东怨西，悟人在处一般。所以佛言：随所住处安乐，使君心地但无不善。西方去此不遥，若怀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难道。今劝善知识，先除10恶，即行10万，后除8邪，乃过8000。念念见性，常行平直，道如弹指，便睹弥陀。使君但行直善，何须更愿往生？不断10恶之心，何佛即来迎请？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，不悟念佛求生，路遥如何得达？慧能与诸人疑西方于刹那间，目前便见，各愿见否？众皆顶礼云：若此处见，何须更愿往生？愿和尚慈悲，便现西方，普令得见。师言：大众，是人自色身是成，眼耳鼻舌是门，外有5门，内有1门。心是地，性是王，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，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坏。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即是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，慈悲即是观音，喜舍名为智智，
能静即是家，平直即弥陀。人我是虚迷，贪欲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鱼鳖，贪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，善知识，常行直善，天堂变质，除人我，须弥道，去贪欲，海水结，烦恼无，波浪灭，毒害除，鱼龙绝，自心地上觉性如来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门清净，能破六欲诸天，自性内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狱等罪，一时消灭，内外明彻，不异西方，不作此修，如何道比？大众闻说，了然见性，悉皆礼拜，具叹善哉，畅言普愿法界众生，闻者依直悟解。师言：善知识，若欲修行，在家易得，不由在寺，在家能行。如东方人心善，在寺不修；如西方人心恶，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为公又问：在家如何修行？愿为教授。师言：吾与大众说无相送，但依此修，常与吾同处无别。若不依此修，剃发出家，于道何益？颂曰：心平何劳持戒？行直何用修禅？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连，让则尊卑和睦，忍则众恶无宣。若能钻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红莲。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必是忠言。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心内非贤。日用常行饶益，成道非由之前。菩提指向心密，何劳向外求玄？听说依此修行，西方只在目前。师父曰：善知识，总须依计修行，见取自性，直成佛道。实不相待，众人且散，吾归曹溪。众若有疑，却来相问。次指官僚在会善男信女，各得开悟，信受奉行。六祖坛经宗报，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误读字，破音字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，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
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定会第4师示众云：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，大众勿迷。言定慧别，定慧一体，不是二。定是慧体，慧是定用。即慧之时定在慧，即定之时慧在定。若识此意，即是定慧等学。诸学道人，莫言先定发慧，先慧发定个别。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：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。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。若心口俱善，内外一如，定慧即等。自悟修行，不在于正。若正先后，即同迷人，不断胜负，却增我法，不离四相。善知识，定慧犹如何等？犹如灯光，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。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之用。名虽有二，体本同一。此定慧法，亦复如是。师示众云：善知识，一行三昧者，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净名云：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。莫心行产区，口但说直，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，但行直心。于一切法物有执着，迷人的法相，直一行三昧，直言常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劫者，即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。善知识，道须通流，何以却至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。心若住法，名为自负。若言常坐不动事，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却被为摩诘呵。善知识，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观境，不动不起，从此至功。迷人不会，便直成颠。如此者众，如是相交，故知大错。师示众云：善知识，本来正教，无有顿见。人性自有立顿，迷人见修，悟人顿气。自识本心，自见本性，即无差别。所以立顿见之假名。善知识，我此法门，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。无住者，人之本性，于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与亲，言语处似欺争之时，并将为空，不思仇害，
念念之中，不思前进。若前念今念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系缚。于诸法上，念念不住，即无缚也。此事以无住为本。善知识，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于相，即法体清净。此事以无相为体。善知识，于诸境上，心不染，曰无念。于自念上，常离诸境，不于境上生心。若指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是谓大错。学道者思之，若不识法义，自错犹可，更误他人，自迷不见，又谤佛经，所以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，云何立无念为宗？只缘口说见性迷人，于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见，一切尘劳妄想，从此而生。自性本无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说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。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，无者，无何事；念者，念何物？无者，无二相，无诸尘劳之心。念者，念真如本性，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如若无，眼耳色声当时即坏。善知识，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故经云，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六祖坛经宗报，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误读字，破音字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，等待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，四祖比丘宗宝编坐禅第5师示众云：此门坐禅，原不探心，亦不探静，亦不是不动。若言看心，心原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无所看也。若言看静，人性本静，由妄念故，盖复真如。
但无妄想。性自清净，起心看境，却生境妄。妄无处所，看者是妄。境无形相，却立境相。言是功夫，作此见者，障自本性，却被境缚。善知识，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善知识，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，与道违背。若看心看境，即障道也。师是众云：善知识，何名坐禅？此法门中，无障无碍，外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；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善知识，何名禅定？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外若相，内心即乱；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静自定，只为见静思静即乱。若见诸境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识，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。外禅内定，是谓禅定。菩萨戒经云：我本源自性清净。善知识，于念念中，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六祖坛经宗宝，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误读字，破音字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。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忏悔第60。大师见广韶记四方世数，田及三众听法，于是升座告众曰：来，诸善知识，此事须从自事中起，于一切时，念念自净其心，自修自行，
见自己法身，见自心佛，自度自戒，使得不假到此，即从远来，一会于此，皆共有缘。今可各个胡会，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，次受无相忏悔。众胡会，诗曰：一戒香，即自心中无非、无恶、无嫉妒、无贪、无劫害，名戒香；二定香，即睹诸善恶境香，自心不乱，名定香；三慧香，自心无碍，常以智慧关照自性，不造诸恶，虽修众善，心不执着，境上念下，今去孤贫，名慧香；四解脱香，即自心无所攀缘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自在无碍，名解脱香；五解脱之见香，自心即无所攀缘善恶，不可审空守寂，即须广学多闻，识自本心，达诸佛理，和光皆物，无我无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异，名解脱之见香。善知识，此香各自内，莫向外密。今于汝等受无相忏悔，灭三世罪，令得三业清净。善知识，各随我语，依直道。弟子等，从前念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于迷染。从前所有恶业于迷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，从前念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狂染。从前所有恶业狂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，从前念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。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善知识，以上是为无相忏悔。云何名忏？云何名悔？忏者，忏其前愆，从前所有恶业，于迷狂嫉妒等罪，悉皆尽忏，永不复起，是名为忏。悔者，悔其后过，从今以后，所有恶业，于迷狂嫉妒等罪，今已觉悟，悉皆永断，更不复作，是名为悔，故称忏悔。凡夫于迷，只知忏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后过，以不悔故，前愆不灭，后过又生。前愆既不灭，后过复又生，何名忏悔？善知识，既忏悔矣，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，各须用心正听，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，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，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。善知识，大家起不到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任魔道，且不智慧能度。善知识，心中众生，所谓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，
如是等心，尽是众生，各须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何名自性自度？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，将正见度。既有正见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，各自度。邪来正度，迷来悟度，愚来智度，恶来善度。如是度者，名为真度。又烦恼无边誓愿断，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智也。又法门无尽誓愿学，须自见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学。又无上佛道誓愿成，既常能下心，行于真正，离迷离觉，常生般若，除真除妄，即见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常念修行誓愿立法，善知识，今发四弘愿了，更与善知识受无相三皈依戒。善知识，皈依觉，两足尊，皈依正，离欲尊，皈依净，众中尊。从今日去，称觉为师，更不皈依邪魔外道，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。劝善知识，皈依自性三宝。佛者，觉也；法者，正也；僧者，净也。自心皈依觉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离财色，名两足尊。自心皈依正，